喺一個色彩繽紛嘅小鎮入面，住咗一隻怪獸。佢嘅身體每日都會變唔同嘅顏色。今日佢瞓醒嗰陣，全身亂七八糟咁混埋一齊。佢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。原來佢啲情緒迷路啊！一齊嚟幫幫呢隻彩色怪獸啦！ HY Story。彩色怪獸，呢隻係一隻彩色怪獸。彩色怪獸今日一覺醒嚟，就覺得心入面怪怪地，心情亂晒龍，連佢自己都唔太清楚到底發生咩事。唉，你又整到亂晒啦，點解仲係學唔識啊？你將啲情緒全部搞埋一齊，咁樣係唔得㗎喎。你應該將佢哋逐個分開，放入屬於佢哋自己嘅樽入面。如果你想，我可以幫你一齊整理。開心係會感染人嘅，開心就好似太陽般耀眼，又好似星星般閃亮。當你開心嘅時候，你會笑，會跳，仲會手舞足蹈，開心地玩，甚至會想同人分享你嘅快樂。傷心就好似失去咗啲嘢咁，感覺好似海水，又好似綿綿細雨嘅天氣。當你覺得傷心嘅時候，你只係想搵個地方，自己匿埋，乜都唔想做。嬲就好似猛烈燃燒嘅鮮紅色，當呢把怒火燒起上嚟，好難熄滅。當你嬲嘅時候，你會覺得乜都唔公平，仲會想將啲火發洩喺人哋身上。驚係個膽小鬼，佢就好似賊咁，成日躲躲藏藏，不停咁走。當你驚嘅時候，你會覺得自己好渺小，好冇價值，甚至會覺得自己乜都做唔好。平靜嘅感覺就好似一棵靜靜地生長嘅樹，又好似迎風搖曳嘅綠葉。當你平靜嘅時候，你嘅呼吸會慢慢變得深沉、緩慢，你都會覺得更加心平氣和。呢啲情緒都係你嘅一部分，每一種情緒都有唔同嘅顏色。只要將情緒逐個整理好，就唔會亂晒啦。你睇下，而家佢哋都返咗去屬於自己嘅地方啦。黃色代表開心，藍色代表傷心，紅色代表生氣，黑色代表驚，綠色代表平靜。咁而家，你可唔可以話我知，你到底係咩心情啊？小朋友，我哋可以一齊嚟整屬於自己嘅情緒小樽。準備好以下材料，一齊動手啦！請準備5個透明細細嘅樽仔，黃色、藍色、紅色、黑色同綠色嘅顏料，仲有清水。將唔同顏色嘅顏料分別放入5個樽仔入面，再喺每個樽仔加啲水落去，擰實樽蓋之後，用力搖一搖，等顏料同水混合埋一齊。最後，你可以按自己喜好加入閃粉、閃片等裝飾物。就係咁，情緒小樽就完成啦。
當你搖動情緒小樽嘅時候，閃粉會喺樽入面翻騰，就好似我哋混亂嘅情緒一樣。當你靜靜咁望住啲閃粉慢慢沉澱落嚟，就好似你嘅心情慢慢平靜落嚟。快啲嚟整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情緒小樽啦！故事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瞓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。